最佳华语男歌手得奖的是，Softly 爸爸，大宝。谢谢，谢谢我爸，谢谢我妈，谢谢我老婆，谢谢我儿子，谢谢我女儿蛋花，单压，双压。我要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支持我的人，还有乐见我好的人。献给台湾嘻哈，献给在天上的宝哥大宝岛黄信佳。这是蛋宝，也叫软嘴唇，亲一个就要传绯闻。本名叫做杜振熙 ，A.K.A 任性的人。谢谢。最佳华语专辑奖，让我们恭喜加长音乐。这是一张因为疫情，我妈没来观礼，她交代我如果得奖，她是我的制作人，也来蹭热度，发表一下感言。蛋宝台面上是个有实力、肯努力的音乐人，自认是个任性的人，实际不任性妄为，只是不为名利而改变初心。在工作上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感恩。我觉得我妈对我的误解太深了，谢谢。第32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，我想她的好歌声人人知晓，恭喜田馥甄。我是一个登山者，我是爬百岳的人，但刚刚走那一段楼梯，我真的腿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馥甄，我是爱唱歌的女孩，从小时候在家里的浴室忘我的高歌，然后被妈妈叫甄啊，洗好了没？妈妈，我没有浪费水费，我拿到金曲奖了。然后从小时候的浴室一路唱到 S.H.E 的舞台，再唱到这个舞台，要感谢的人非常的多。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我2位姐妹 Selina、Ella， 还要谢谢我的好朋友清风。麦克风是我的树洞，让我把无人知晓、不能言说的心事唱进歌里，得以倾吐。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，我想要祝福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有自己困难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属于你们的树洞，身心安适，一切都好。谢谢。